長白山嗰邊咧俾咗一個嘅另外一個產品係綠參嚇，綠參對於大家都知道個心咧，對於我哋嘅嗰個小心心好有幫助。平時心慌慌、心跳跳咧，呢個老人家可唔可以食啊？你手上拎住嗰個啊？可以啊，非常之可以啊！對於老人家特別係我哋預防性嘅，我哋日常一個輔助性嘅，但買翻去對於我哋預防，包括類似同父母咁樣嚇，我哋擔心未來突然間呢個位置有呢樣嗰樣嘅，你食一食，咁佢咧就係嗰個丸嚟嘅嚇，綠參丸嚟嘅，好珍貴嘅，一隻鹿得一隻心，大家明白㗎啦。今日第一次做活動，因為好多嘅線下嘅產品都放喺線上邊㗎啦。咁我覺得我奶奶啊，即係咧，即係你話老人家可以食啦，係嘛？我覺得我奶奶六角無分，你哋食得多啦。綠參丸啊，嗱上咗啦，你哋拍一拍啦，79蚊9，到手係有4盒嘅綠參丸福利品啊，得38份俾到大家嘅。係啊，如果我哋平時瞓唔好嘅，有焦焦慮慮嘅，個心發發聲嘅，係預防性突然間呢方面有問題嘅，特別春天大家都知道，包括一啲預防我哋身體比較差，導致一啲活動嘅朋友嚇。係，我可以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哋嘅。我之前買過呢啲嗰啲綠製品啊，都好貴啊！你今日即係咁，你今日係優惠㗎係咪？你喺市面上好難揾得到嘅，喺吉林發貨，各位喺吉林發貨嘅長白山嘅，俾大家望一望個盒先好嘛？睇睇成分。華哥。4盒啊嘛，到手有4盒係咪？79蚊9，到手就4盒啊！到手有4盒，我都搞錯咗啊！各位今日做活動啊，真係嗱，俾大家睇睇下，六角無粉食開六角無粉嘅朋友都清楚，長白山嘅綠參丸，呢個係攞咗綠參嘅丸嚟去做㗎嚇，好珍貴嘅，一盒裏面100克嘅，你哋先拍一拍啊！亦都我哋有嗰個我哋亦都有個保險公司去嗱中國乜嘢保險去做咗啦嚇。綠參丸裏邊大家睇睇個配料表，綠參係咪？佢攞咗梅花鹿啊！蜂蜜、紅糖、百合、茯苓、甘草、大棗、佛手、桔子、陳皮等等，包括酸棗仁裏邊點解我話對瞓覺都有幫助？做嗰個瞓覺好好㗎，因為咧你見到你嗰個成分嗰個表。等我先姐姐，我講埋先，姐姐，等我講，我幫人哋講埋先好唔好？有人參有乜嘢嘅？有龍眼肉等等嚇，一盒裏邊咧佢係有100克嘅。咁我各位，因為佢保質期24個月嚇，因為綠參丸係好難得、好珍貴，一隻鹿得一個綠參。幾十公里去揾嘢食㗎，佢一遇到嗰啲天敵咧，佢就要跑起身。佢跑起身啲時速嘅話係達到於80公里嘅，所以佢又可以話停就停。所以佢就對於我哋嘅心嘅話就可以提供我哋嗰啲動力啊。梅花鹿全身都係寶藏，你知唔知佢奔跑嘅時候個小心心嘅嗰個狀態幾犀利嘅？所以各位朋友嚇，79蚊對於我哋嘅嗰個呢一方面嘅幫助，而且裏邊有咁多，包括有酸棗仁、人參嚇，長白山喺呢方面做得好優秀。佢係一粒係咁樣嘅，你攞嚟就係咁樣攞嚟去嚼，嗰嚼就係用水吞就得㗎啦。呢個好容易食嘅啫，好好嚇。因為我有俾我媽，我俾我爸爸食過，俾我外母食過之好，佢食過嚇。一日食1粒就夠啦，一日1粒，一盒裏邊有10粒嘅嚇，唔難食嘅，唔難食嘅，因為佢嘅大家要明白到佢呢隻產品係好乾淨、好純正，已經有4盒噶啦，即係一份4盒，一盒入邊有10個，即係有40個啦，有40個，係啊，你79蚊9到手係有40個，呢個價錢你哋去試一試，好好食，係好好食噶，因為對於呢方面。